Hello，大家好。咁經過咗咁多日嘅自我反思之後啦，我決定放下。我學會咗放下，放低一啲執着或者仇恨。我認為過咗去嘅事就由佢過去啦，隨風而去。無論自己係真係有幾冤枉又好，或者點樣都好啊，算啦，好唔好？我唔想再成為一個充滿仇恨嘅人，所以喺度好希望同大家講，希望大家都能夠盡量去學會去寬恕身邊一啲人。可能有啲人激嬲你，或者你好憎，覺得佢好衰，害過你，試下去原諒佢，饒恕佢。對人哋寬容，其實等於亦都對自己寬容。我認為多一點包容，多一點關心，其實個世界係會更加美好咯。所以我喺度決定要同阿健和解，和好如初，亦都想真心嘅同佢去食飯。我會請佢，我知佢中意食日本嘢，我會請佢食日本嘢。亦都會即係叫做好似擺和頭酒咁啦。咁亦都希望大家即係唔好再去批評或者攻擊阿健佢之前所對我做嘅一啲行為啦。咁我係當事人，我係受害者，已經都表明咗唔係好想再去，即係你哋明唔明白？冤冤相報何時了咧？我唔想再去將呢一個咁嘅恩怨啦，呢一個嘅矛盾啦，繼續係深入咁樣惡化。我係真心嘅。我明白對於好多人嚟講，放下係一件好難嘅事。但係嘗試下。我喺度祝福祝願呢一個世界唔會再有咩戰爭紛爭，唔會再咁多仇恨衝突。希望多啲愛，多啲正能量，多啲人情味，多啲關心關愛。我覺得真係嘅，咁樣會一個和諧嘅社會，大家都會開心啲咯。笑多啲啊！豈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於心。好多嘢都係唔如意㗎，我哋每日發生嘅事。或者有啲人係你真係好唔中意。你可能改變唔到人哋，改變唔到呢個世界，但係嘗試去學會改變自己，調整自己個心態，去個心境係啦，做好咗自己先。咁所以喺度想同阿健講，係啦，希望亦都祝福你嚟緊日會有更加好嘅生活，亦都希望阿健你可以朝住你嘅明星之路，係嘛，真正成為一名超級嘅巨星。咁亦都祝願香港呢一個地方會更加美好，我哋每個香港人都可以懷住一顆感恩的心去迎接每一日可能我哋身邊遇到嘅挑戰啦。希望我哋每個人都能夠學識感恩，傳遞呢一份愛出去。多謝大家。咁有時冇錯係可能會好壓抑，或者心裏面好多唔開心嘅嘢，冇人明白，可以嗌下發泄下，喺唔好影響到人哋嘅情況下，去盡情咁樣去釋放下。明天會更好。
多謝大家。眼淚若然多，用背脊唱情歌。